你一定要經歷爆倉先可以贏大錢。我發現太多新手炒股嘅時候都係有種高傲，以為自己讀過大學，研究過下財經消息，就會覺得一定賺到錢，以為同以前傳統教育模式一樣啦，係只要努力背書、研究資訊就可以有正面回饋。但其實呢個觀念係錯冧晒。炒股並唔係話你要鑽研幾多消息啊，對世事要幾有洞見啊，或者要點研究財報啊，因為你只要心態唔平衡，一情緒化交易就自然會輸錢。當你輸大錢嘅時候，先會意識到自己幾咁渺小，你先至會發現自己嘅衝動、懶惰、唔守紀律，種種醜行係真正會導致輸錢嘅原因。所以聽我講 ，be humble， 你只要建立一個交易系統同埋跟規矩，咁就足夠。唔好同我講想快啲賺大錢，高勝率嘅交易策略一定係要配合有高尚情操嘅交易員咧。你格局一定要變大，先至可以明白到點樣贏錢。如果你依家經歷緊輸大錢爆倉，請你立即認清現實，重新起步，寫筆記，建立系統，反省翻自己人性弱點。市場最終會鼓勵自律同埋堅定嘅人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 New Time 袁亞龍。